好，中午4時，佢熱帶風暴天琴已經減入為熱帶風暴，集地於在正午4時，熱帶風暴天琴集地於西山之南約280公里，預向東北偏北緩慢移動，橫過南海中南部。另一方面，位於馬來半島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最度增強為熱帶低壓森威克，在正午4時，森威克集地於胡志明市之東南偏東約470公里，預向東北偏東移動至12公里，橫過南滿南部。呢個係新，而呢個係天琴，佢係向地東北偏東呢。呢個向地東北偏東，呢個向地形成什麼藤原效應？兩個會彼此影響對方，或者大實晒的情況。